台南鐵路電話對總統賴清德帶領市長期間就開始推動，經過營地處理、高級保存以及複雜的地質等時間的波折甲挑戰。30號，交通部長陳世凱臨來第3擺來到工地，甲市長吳惠婷等貴賓共同來關心，除了再次將地下化工程透過媒體向市民報告現況，讓大家感受每一個階段無同的變化。上午工程更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，因為全線的軌道將正式結合。台南鐵路地下化工程一個很重要的里程碑哈，就是我們的鋼軌要來結合。我們的鋼軌最後結合階段在今天就要來完成。這個鋼軌結合的意義對台南市來說，就是我們都市縫合的開始。那我們這個重要的里程碑完成之後，因為市長也很關心，台南的市民大家也都很關心，尤其是賴總統跟卓院長也一直希望我們要趕快完成台南市民的期待，所以我們在今天的鋼軌這個密合之後，我們會加緊趕工，我們會趕在今年的年底之前，讓台南的鐵路地下化正式通車。鐵路地下化經歷多少波折？那現在終於能夠在2026年的時候能夠拼這個通車，那所以說總統也非常關心這個事情，然後市民朋友們更是翹首期盼，希望能縫合這個台南的這個都市，也能夠讓鐵路運行更加順暢。那我們知道台南是6都中間最後一個完成鐵路立體化的一個城市，所以呢，我們責無旁貸，一定要如期如質的期待，如期如質的完工。台南鐵路地下化持續推進，在完成軌道結合的歷史時刻，嘛象徵被分割的都市將正式縫合，並邁入新的階段。包括電機、電車以及核子等工程陸續展開。部長在會中嘛再次強調，全力推動第1階段核心工程年底如期如質完成的目標。後續林新站甲南台南站預計在118年9月以及119年9月完工啟用。台南新聞軍籍採訪報道。